华航后个月要来招考70个台湾籍的空服员。顶一届罢工的风波了后，即摆外站的津贴加到每小时5块的美金，安尼甲算算咧，一个月薪水通安领到8万块。空服人员随随打扮，伫飞机顶提供服务，也阁会使环游世界，是袂少人欣赏的工作。华航宣布，今年要阁再招考70名本国籍的空服员，完成训练了后，一个月收入会当领到8万。袂少人看到这个信息，拢想要来报名。罢工之后，这个台湾空服员的外站津贴是每1小时以美金5块钱来计算。如果你飞行时数有到70是80小时，而且是长程的航班居多的话，你非常容易就会达到这个8万的薪资。华航空服员的基本底薪是4万，以飞一座旧金山来讲，来回28小时的飞行，加上停留3天的时间，100小时会当领大约15000块的津贴，3转落来会当领8万5。但是想要领高薪，国外航空公司更加吸引人。如果以中国大陆来讲，现在给予台湾的空服员的薪资都已经达到1个月是12万到15万。不过，真侪空服员因为时差的关系，经常真忝，甚至健康出问题，这嘛是空服人员高薪背后所付出的代价。